每位小朋友穿上小小警察制服，有模有样，在警察爸爸和妈妈陪同，先来体验小小警用机车，可爱帅气的模样爆表，加上 Q 版大型警娃的头套装扮，都让小朋友爱不释手，也让参与的警察同仁和孩子共享快乐时光。确实，警察勤务繁杂，加上24小时日夜轮替，很少陪伴家人，所以一定得有家庭的支持。台南市第5分局就率先提倡亲子日，回中交通队同仁用慢看停、宣导行人安全的带动跳，为活动揭开序幕。带动跳除了吸引这群小小警察的眼光，第5分局也设计奥运球类等闯关，来宣导预防犯罪、交通、妇幼安全等关卡，并特别邀请 Happy 姐姐来带动玩游戏、听警察故事，场面相当热烈。脚丫丫开始，踩脚丫丫，踩脚丫丫，赶快踩，赶快踩，不要被踩到哦。之前在其他想要去参加类似的相关活动，相关的警察机关所举办活动都一直没有办法报名进入，因为机会非常难得。那很庆幸我们分局长还有我们分局的交通组组长，然后能够办这个活动，让我们能够让员工跟自己的亲属之间能够体会到工作的一些环境啊，能够让我们家庭的关系更融洽。第5分局首创的亲子日，第一次就吸引27个家庭，共50位小小警察参加，相当热烈。所以分局长洪宏荣表示，日后除了持续举办亲子同乐，也会对外开放小小警察体验，达到寓教于乐。希望透过这个小小警察活动的这样子的方式，寓教于乐啊，宣导我们安全的交通，以及这个防范毒品的入侵啊，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啊，让我们的这个亲子活动能够更加的热络。那我们可能会来规划以后开放给我们辖区的这个小朋友能够一起来体验我们当一日的小小警察，来增加一些交通安全以及社会治安的一些概念。家庭亲子日在热闹欢乐的氛围当中画下句点，也预约下一次一定要再来参加。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